你有冇2分鐘時間？有的話就等 Miss Emily 同你挑戰，用2分鐘時間學咗一個全世界最長嘅英文字，足足45個字母，19個音節。呢個字就係 Numero Ultra Microscopic Silico Volcano Coniosis， 足足45個字母長，19個音節，係咪覺得匪夷所思呢？其實一啲都唔難嘅，等我即刻嚟試試啦！呢個字唔係我作出嚟㗎，真係有呢個字嘅。中文好簡單，5個字，火山矽肺病。英文就好翹口，好難記啦。首先學下呢個字嘅意思，呢個字咧基本上咧係由6個部分組成嘅。第一個就係 numero 同肺有關嘅，第二個係 ultra 即係超級極端嘅意思，第三個係 microscopic 好細好細好 tiny 嘅嘢 ，silico 就係同貴元素有關啦，而 volcano 大家都好熟悉啦，同火山有關，而最尾嘅 coniosis 咧就代表一種咧由長期吸入粉塵而引發嘅疾病嘅喎。好，等我哋就即刻拆解下點樣拼同埋讀呢個字啦。第一個 numero 同肺有關 ，P 係 silent P， 所以 nu 係 P-N-E-U 無 M-O no N-O。第二個 ultra 極端超級 O-U-L-Tra T-R-A。第三個係 microscopic， 相信我唔講，好多同學仔都識㗎啦。micro M-I-C-R-O Scop S-C-O-P-I-C。跟住 silico 好多讀 chem 嘅同學仔都好熟啦，就係 C-S-I-L-I C-O。而之後嘅 volcano 咧，相信好多小學同學仔都識串㗎啦，就係火山 V-O-L-K-C-A-No N-O。最尾一個難少少就係 coniosis， 不過拼音非常之簡單 ，Co-C-O-E-N-I-O 就咁 O-S S-I-S。如果剛才你都可以用2分鐘時間學識一個咁長咁難背全世界最長嘅單字嘅話咧，以後見到長嘅單字就千祈唔好驚啦，用翻我剛才教你嘅方法就會事半功倍㗎啦。